嘉义新港奉天宫是台湾妈祖信仰正重要的一个所在。当年正月初四拢会举办接神跋杯、抽国运签的活动。今年抽到中下签，看起来无算好。不过奉天宫表示，妈祖是要提醒大家爱团结，嘛爱脚踏实地，为生活甲疫情等好来做准备。接过信杯甲信签，嘉义县新港奉天宫初四早时暗暝接神抽公签。今年抽到的是妈祖60架子的第10手签，算是中下签。这个签是中下签啦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大家咱的百姓，或咱的人民一定要有这个防疫吼，这个疫情吼，大家注意这个疫情啦吼，会当安尼，渐渐愈来就愈好安尼啦吼。正月初四除了接神，全台各大公庙嘛拢会抽国运签。完成接神仪式甲抽国运签了后，该签的老师嘛讲。国运签解封上好的方式，就是配合国家政策。看起来就是感觉不太好，可是就是觉得大家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，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。这个签就是大家人咱台湾这民众大家拢爱配合该挂口罩就挂口罩，该减少群聚就减少群聚，配合政府的政策，安尼就好啊。除了国运签，新港奉天宫嘛针对人口早当、暗当上夜工业陆续来抽公签，嘛甲公签搭伫庙口，提供属农工商各行业来参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